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放心啦，你做恁去做人，阿พี่伯阿狗我来照顾，就安尼啊。啊，你照顾啦？你意思是讲你要照顾我嘛是？是啊。袂用个啦，袂用个啦，袂用。可能是安怎是？敢讲我袂用照顾阿พี่伯哦？袂煞，唔是讲你袂用个啦，但是呢有一句国语吼，叫做“泥菩萨过江”，这句话你捌听过无？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别说啦，你听无哦？荷兰的意思吼，说唔知讲你已经自身难保啊啦，阿舅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讲准嘞。你讲我自身难保？嘿啊，啊你迄个袂记的哦，你会记咩？顶一摆啊吼，好，我搬迄歌戏哦，你看，看你直直看迄种混去啊，啊这声你敢要顾阿匹婆啊？我看吼。 到尾啊，总换阿伯伯来照顾你哦，一声就食啦。你看这尔还无气哦？嘿，青兰姐啊，你放心啦，你做你去找阿辉啦，我身体真勇啊，我保证，我一定甲阿พี่伯照顾甲足好的，安尼好无？真是嘞。燕啊，就拜托你哦。无，行咱去。进来啊，行，甲紧嘞，行，安尼，甲紧嘞，行啦。别说，阿伯伯爱人讲好势哦。 我知影啦，顾好势哦，你放心啦，顾无好势我袂甲你做朋友。好啦。思念着故乡的形影。喂，我嘛过是你也毋是无了解。伊即摆叫我出来找人，我就爱出来找人。到孙海我倒转去，伊照常嘛是甲我挂出，叫我出来找人。对啊，像咱安尼讲有理呢。迄阿伯伯的个性我上知影。你安看我大汉的咧，迄啊讲出来话哦，要安怎做就是要安怎做，无法度通改变的呢。啊，我想安尼啦，无咱三个吼，其中一个吼，当然吼，我想要问题吼，阿伯伯安尼哦，安尼我等下，你等下，放心啦，迄细汉的时候，阿伯伯嘛我照顾着咧。咱讲一句，我今这个看了啊，就是阿伯伯哦，种山坡啊，我接生啊，对无？是啊，我咧照顾阿伯伯哦，就很疏离啦。再见，我来去，好，再见。哎，这拜托你哦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势吼。放心啦，我会帮你找着啊。好啦。阿伯伯啊吼，为着要找雅慧哦，是糟到可怜的啦。所以吼，咱无论咱怎哦，一定要将雅慧哦找到着啊。对不对？这回吼，咱一定要找到着。阿舅啊，恁弟哥阿孙，无论安怎，就会决定要替阿匹婆啊，自从人家找到着，行。亲像是阮心声，只有一脚提上陪伴我一直行。啊，轻轻来叫一声。啊，无咱有这边来找。一边也有，好，来是啊，阿舅啊，咱哦决定这回要有信心，甲找到着。对，行来去。我妈妈讲吼，你是疲劳过多啦，啊，食几条药啊，食，
病就真紧来好安尼。来，我家己啉倒，我家己啉倒，汤水也免。不过吼，对啦，恁才对。你就讲安尼，这酒遐尔苦，一嘴就甲啉完啊。大人大姐来讲教了。哇，我摕来互你食无？头个药遐尔苦，吼。阿碧婆啊，这阮遮出产的，出甜的哦。哎呦，白雪啊，你生我真乖真贤，你家己身体都无啥好啊，搁来伫咧顾我。谁讲我身体无好？我即摆人是好好，你看，真好啊。白雪啊，你生我真古锥了，真可爱。无影啦，你毋甘嫌啦。阿碧婆啊，我是真感谢你呢。你感谢啊？是感谢我啥？啊，自从你来了后啊，阮厝的吼，加我热热的呢。啊，搁有啦，啊，搁有苦辣啦，伊是足古锥的呢。啊，定来甲我滚孙笑吼，害我腹肚疼到要死，你知无？啊，我若看到伊吼，就足欢喜的哦。哎呀，毋过，白雪，你先呢？什么人欺负你是？你甲我讲，啊？无啦，是无啥物代志。苦来欺负你是？若是你甲我讲，我才甲拍互你看。苦来的吼，做人有影有较直啦。啊，若是对你对遐毋对哦，你就免甲伊计较啊，吼。阿碧婆，你甲我讲好无？人爱安怎，较活了快乐？戆囡仔，哪问我做话？卡叔讲，我若用像苦辣安尼，毋知要偌好咧。遐尼戆，啊你若讲看苦辣的安尼偌好，啊你就学伊个样，安尼你自己就快乐啦，对无？阿碧婆，我听讲恁伫要离开遮，是毋是真实的？恁若离开，啊我是要安怎甲苦辣学？这，阿碧婆，我拜托你好无？卡叔讲，因今仔日若无找到雅慧，啊你会使同阮斗家大开工啊无？我会当甲恁斗阵来找啊。阿碧婆，好无啦？好啦，好啦。阿碧婆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留落来。无论如何，阮都爱住咧，啊先啊！因为我搁活嘛无偌久。我袂使，啥搁活无偌久？你是听谁讲？听谁讲？啊？无啦，无人甲我讲啊。啊，无人甲你讲，啊你哪在黑白想要创啊啦？阿碧婆啊，我是用感觉的啊。用感觉的。是啊，因为我定定咧做迷茫的时阵，啊，拢梦着讲我咧溪仔边咧掠鱼的时阵，迄鱼仔拢会飞起来呢。鱼仔会飞起来，啥鱼仔飞起来？是啊，连我嘛飞起来哦。啊，我就一直叫妈妈，一直叫妈妈，啊，就一直叫，一直飞起，一直飞起去哦。啊，我家己就控制袂住啊。啊，我想讲哦，我要叫看有啥物物仔，看会袂飞起来无？啊，毋过拢无啥物路用呢。啊，到尾吼，阮妈妈走过来哦，啊，我就飞到足远足远的所在去啊哦。飞去壮壮的所在，啊是飞倒去啊？我嘛毋知迄是啥物所在，也毋过哦，遐足侪花，足水足水的哦，啊，搁大望雾哦，而且迄鸟啊吼，拢彩色的哦，啊，拢休困咧迄茎的顶头，足水的哦。阿碧婆啊，若有一天吼，我若搁飞起的时阵，我再招你同齐来，好无？慢，好啊好啊，我到遮就真好啊，免去啊。哇，我无骗你呢，迄种足好耍的哦。啊，好啊啦，你莫再做迷茫啦。阿
碧婆啊，我听我妈妈甲我讲，你若找无雅慧，就要走啊，是毋是真实的？是啦，水溪啊讲安尼也有道理啦。阮要来洛阳吼，找文庆啊。阿碧婆啊，嗯？阿碧婆啊，啊？阿碧婆啊，我等你这个查某囡仔今仔日是咧食毋着药啊，是哦？但是阿碧婆啊，话毋着讲，先啊，都毋紧讲哦，啊？阿碧婆啊，你若要去洛阳，苦啦，到尾甲恁斗阵走。当然咯，啊，那苦啦的，甲阮共阵来，当然嘛是爱甲阮共阵走啊。阿碧婆啊，阿碧婆啊，你若去洛阳吼，是毋是会用先去找文庆啊？啊，甲苦啦留喺阮遮，啊，阮两个会当同个装个斗阵找雅慧啊。你讲安尼阁有通哦，阮来去洛阳找文庆啊，啊，你的名甲苦力的在遮找雅慧，安尼阁好咧。嘿，啊，毋过苦力的毋知要答应啊，毋呢？阿碧婆啊，拜托你啦，你甲苦啦讲吼，叫他留喺遮，好无？你去甲苦啦讲啊，好啦，阿碧婆啊，拜托一个啦，好无？其实，我问你咧，你是毋是真介意苦力的？我，嘿，讲啊，甲我讲啊。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啦。我是感觉讲，看来人足好的啊。啊，我若吼一天无看到伊，啊，我就感觉，我就感觉。啊！哎呦，苦力的啊，阮死哦！爸，奇怪，阮爸伊是会走去倒咧？你是啥？阿兄，你是安那啦？啊，我要讲你出手就共拍，恁到底有要讲理也无啦？讲理由，恁老爸去我遐跋筊输4万块，是阮三个该报的呢。你讲阮爸一日才借4万哦？莫假啊，莫假啊！那我咧想起来是恁男恁老爸串通，叫你出来甲阮安踏，对毋对？唔对啦，但啥物代志我根本就拢唔知影啊！安尼你知无？你甲恁老爸讲3工内挑清楚4万块，甲我传落好势，啊若无咧，呀，哼！妈，恁是毋是会用搁倒遮加留几工啊？咱在遮加留几工啊？是哪？妈，你年岁遐尔啊济啊，啊，假使咱若去洛阳，一路是爱搁坐飞机，爱搁坐车，我惊你身体袂堪的啦。好啊啦，我一个假，我身体袂堪，我身体袂堪的，啊，我即马身体敢有安怎样是哦？啊，就做安尼，要来洛阳找文庆，安就对啦，就安尼决定的啦。啊，拢占袂到啊，我知哦，这个，我是阿哥是你啊！我靠啦！我这是安怎来规个面拢大有无伫的啦？安尼是你好看心啦？啊，别看卖咧！啊！
哎呦，我伤甲遮尔严重，你看你这个形，哪像叫船弄着的。阿爸，你家己问，你哪拢我的用是安怎啊？爸，我无安怎啦。啊？啊！你规个面拢安尼，我也阁无安怎？啊，无听安怎才后生安怎？爸，拜托好无？你莫阁啉烧酒啊啦！你较早拢袂晓啉烧酒，啊，即摆烧酒啉到变安尼。啊！我是做老爸人，我家己代志我会晓处理啦。你甲看你家己啦，你是教冤家是吗？是啥物人敢拍？你是我亲爱的囝呢哈？啥物人这好胆敢拍你？你甲阿爸讲，阿爸替你出来，阿爸替你出来啦。阿爸，无啦，我无甲人冤家啦，我只是去互船弄着，无毋对啦。哈？真是叫船弄着的哦。嘿啦。哈，你这囡仔，后摆较细腻的啦，毋是阿爸你爱讲的，查某囝不爱靠志气。你甲看卖啊，像你这型那心不啊！做人得像阿爸同款，来较会晓想的，知无？爸，你，我知影啦，我家己的代志我会晓处理啦。哦，对啦，你来，阿爸甲你讲，迄钱到是阿爸的大恩情啦，啊，头路好好通做，哦，你都已经做10几年啊，万一有一天，互迄个钱老板若是看教你，一定会看清你的啦，听无？爸，这我知影。哦，遐若是知影上解好啦。但是有2点吼，你一定爱会记哦。头1点，跋筊干毋好。第2点，讲到酒，我倒去，有听无？爸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记你甲我讲的话。你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多？白帅，你有啥物代志要找我哟？我听讲恁后日就要离开这店，阿屁无甲我甲你讲，叫你倒爱留落来，甲我斗阵去找雅慧啊。有啦，阿屁婆也甲我讲啦。真是的啊！嘿啊，可啦，那你留落来好无？你若留落来吼，我会做认真，甲你斗找雅慧哦。白帅，袂用的啦。啊，我甲阿屁婆啊吼，伫咧台湾安尼一路来到这吼，我拢斗阵伫个啊。啊，即摆阿屁婆安走啊吼，我家一人留到这，安尼毋好啦。那呢？你的意思就是要离开这是？我是要甲阿屁婆爱去找雅慧，我也无要甲你离开啊。可啦，那呢？你留落来好无？留落来咯，好无？袂使，无安尼啦，我吼，甲阿屁婆来找着雅慧的时阵咯，阮才要倒转来看你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我就知影你拢是咧骗我。以前你对我关心，拢是假的，对啦。我早是甲你讲，我是要安怎讲才好啦？你毋知影要安怎讲哦？免急，豆仔想，啊，等你若想好势的时阵哦，你再来甲我讲。啊，我即摆吼来找阿撇婆啊，你若想好势的时阵哦，再来甲我讲啦吼，豆仔想啦。可啦，等一下咯，你莫走好无？你留落来啦，你莫走啦好无？我陪你走咯。你真心付出有偌多？老的啊，看要安怎才好啦？你搁安怎啊？人阿屁婆啊因吼，若找无人就要走，
啊，到时阵吼，苦力的一定会甲因做伙走。我吼看咱白雪啦，即阵啊吼，参苦力的做伙是遐尼快乐。我即2工仔甲看吼，白雪啦对苦力的感情是足深的。但你拄则嘛有看，白雪啦甲苦力的救，唔爱互伊走啦。一声吼，阿皮婆啊，因若才是要离开遮，看要安怎才好？我实在足烦恼的。无啥物通好烦恼啦，这是天注定的。当作时你讲要留喺遮，应该你爱早就有一准备，对无？时到时长啦，无为才困难就汤啦，吼。安尼要哪会用啦？一定爱想一个办法，互苦力会带等咱遮啦，会当互来因搁踮咧遮大几工。上介好就是吼，因永远会当带踮咱遮啦。你莫搁为难人好无？即摆干那一个办法尔。啥物办法？互因2个结婚啊！结婚？告诉即摆会当找到教会，唔知要偌好。是你的问题，交地址放弃，袂用怪我无甲你斗相共。假使你若要知影阿辉的地址，就照这个所在去找，你自会袂知影。